老表，有个商家要我拍个情侣脸描出的以上照片，我找不准男模特，跟能帮个忙？不干。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我们苗族设计师寄来的一套苗族婚服，这套婚服据说是现在西部苗族地区比较流行的苗族婚服款式之一。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每次看衣服，我都特别喜欢看这个百褶裙。这个裙子呢，在百褶裙的基础上，稍微融入了一点现代化的设计，它把褶子藏在了下面，有一点花边摆的这个泡泡裙的效果，然后围起来的是这种比较修长修身的这个，很好看。它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立领的设计，那它的刺绣绣花跟裙子是一体的，上面它缀的这个珠饰是非常单色系的这种珠饰，结合了银饰的一个点缀，非常的精致大气。这个前围腰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这系列苗绣的它的这个完整的图案，它也是这种非常典型的传统的八窝纹。这个八窝纹也是苗族里面既有象征古代的古城和离城，就是苗族曾经的田地城池，然后呢也是纪念祖先，表示吉祥如意的一种美好的寓意。整个配色也是很喜庆的，它是用了这个飘带替代了那个褶子，让它有那种百褶裙层层叠叠的效果。它尾部还加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蝴蝶结，把这个新娘子的这种少女感、公主感，女孩子最美的一天展现的这种很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喜庆的苗族的这个头帽，以前很多人都把这个当成牛角，其实不对的，你可以仔细看，它上面是翅膀展开来变成了两个弧形的这个角度，这个是苗族神话传说里面吉与鸟的形象，这个是鸟的这个翅膀的意思，所以呢，它整个就闪现了女孩子的一种体态的轻盈啊，对祖先一种美好的纪念。咦，怎么多了一个这个？这该不会是男装吧？这个店主给我寄了一个男装，妈呀，我这到哪去找男模特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个远房的老表，刚刚从部队回来，这个形态呀、气质应该各方面能够 hold 得住这个衣服，我们去找他试试看。老表，有个商家要我拍个情侣脸描出的以上照片，我找不准男模特，跟能帮个忙？不干，快点时间。请你吃烧烤。可以。Yes。如何参透这心事？几时已到？两个人三个字，相思苦苦相思，辗转心口藏于唇齿。烧烤多好吃。好吃。